建会举办着国际农村青年交换访问的计划，就叫这青年是草根大赛。芬林伦培乡农会接待着菲律宾的草根大赛，带伊来参访着杏鲍菇的农场，伊是看甲一直赞叹。 来自菲律宾的草根大赛，第一摆看到无伫咧菲律宾种的杏鲍菇是感觉真新奇。伦培乡农会带菲律宾草根大赛参访在地杏鲍菇农场，那小解种方式，嘛采食真侪种杏鲍菇做料理。就这摆交流，会更加了解台湾的农业。带我们的菲律宾朋友来参观我们的极品杏鲍菇。伦培乡农会因为知影这摆草根大赛是少年人，所以特别邀请伊来和当地青农做交流。 希望透过这摆参访，会知影台湾农业科技的进步。看到大赛这样认真来了解芬林农业，芬林县农会是介欢喜。那个吸取他们一些的经验，还有他们新的东西进来我们国内。相信透过这边的交流活动，和大赛更加实现台湾的农业发展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